来看印尼的沙门答腊岛的阿姐，有一个100米深超过9000平凹凹，这款壁块现象将有可能是2000年前火山地形撞到水了后出来刷位的。最近这5年呢，这塌落去的范围是愈来愈宽，一寡车路、农地也拢塌落去啊。当地呢，这高压电塔也要赶紧来刷位，当地政府也要向中央来讨救兵啊。这个大坑甲公路切断，并这座高压电塔真危险。印尼苏门答腊岛中亚市的这个大坑塌落去到即马已经25吨啊！迄当阵上早是侦测到地层刷灰，过2日了，地面就开始崩溃，因为这是火山地形，土内面有真侪火山的碎坡，也有火山灰，若沾到水就会崩溃。过去5年塌落去的范围自8100多平增加到9000平。咖啡田也有辣椒田面就拢救赎，有一寡农田离断崖只敢几公尺，可能明年就无法度搁种植。Belum, cuma kan udah, cuma kan jauh masih anu kan. Yang apa ya dalam waktu dekat ini lah, 1 bulan ini lah mulai kan. 为了要避免有人总日期发生危险，离断崖10公尺的所在有封锁线，才唔通挖过的警示牌呀。过去几个月，这个大坑落的速度有愈来愈紧。主要是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，苏门答腊拄到强烈大雨侵袭，水渗入去地层，造成大规模山崩。即马崩落的范围已经挖过明体加输电设施，电力公司紧急下令要把这支电塔刷走。Untuk menghindari bencana sinkhole ini terhadap Tower 76, kami juga lakukan pembongkaran atau dismantling setelah konduktor kami pindahkan ke tower emergency。这个大坑甲中亚市唐港交界内贝尔梅利亚主要道路切断，当地政府讲，即马灾情的规模已经大到因无法度处理，已经通报中央政府调派人力甲资源协助因处理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